水饺备料，邱富秋每天都多准备了南瓜和菠菜，这攸关水饺的门面。现代人呢、很注重养生所以这个天然是最好取食物天然的色泽，面团里加入南瓜泥、蔬菜汁和小麦，做成黄、绿、白3种水饺皮，营养也加分。内馅选用温体黑猪后腿肉，还有秘密武器。要多美的酱汁嘛。用干梅和香料熬煮的酱汁，香气四溢。一般高丽菜猪肉水饺就这2样内馅，邱富秋还多加了3星葱、韭黄和胡瓜。多少韭黄，多少胡瓜，都是有比例的。在面皮和内馅都多下了一些功夫。熊师傅自称卖的是不虚味水饺，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著名的，对不对？三色水饺，是豆一有米稀啊。是豆一五米西梦总口纳，就口感丰富，值得尝尝看。那客人都自己这样说然后你这个看你这个水饺包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吃起来很好吃，都跟别家不同。小摊位生存术，口味要经得起客人挑剔的嘴，还要够勤奋。早市的市场中午过后，摊商都休息了，邱富秋跟太太生意做到晚上，多做就有多点收入。当年放弃饭店厨师工作，跟太太一起开店，曾经让他很沮丧。回来的时候感觉很遗憾但是已经无奈了，已经回到家来。邱富秋后来发现，对料理的梦想不应该自我局限，要做出让客人愿意一吃再吃的水饺，有好多学问。靠特色和口碑证明小店迷人的美味。看看为了生活走出自己一条路现在一天可以卖出至少上千颗水饺，熊师傅对待在菜市场小摊子不再感到委屈。他说：“行行出状元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被肯定。”四斗一油米西，梦总科纳。四斗一油米西，梦总科纳。